好，就是都兰的年轻人这样，然后也很感谢哦。其实今天在场有那个我们很重要的，因为这几年都在这2年，老实讲，就这2年才开始教他们弹吉他，然后没想到才刚学会不到1年就开始写歌了，有人写不到2年就开始拍电影了，然后算是很厉害啦，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就。也吓一跳，然后也很感谢我们的吉他的厂商、赞助商法利达，马哥在吗？好，姐妹简单，好，谢谢你们。哎，他们很贵的吉他呢，感觉这放到部落里面就变很便宜了，跟着部落一样晒太阳、吹风淋雨，但是就是因为有乐器，然后觉得才有机会做这么多好听的创作，这样，然后也希望这些弟弟们也可以继续创作啊。接下来是我的场子哦，这是我的场。请问你们吃什么？怎么会长这么高？啊，对，才国中哎，哇！我应该带我演唱会的鞋子。好，再来这首歌，来自于部落的声音，拉千玺。天空下的太平洋一直未来着，太阳是我们还一直在唱着，唱着我们的歌，唱着我们所有了，唱着我们的日子，唱着我们的名字，拉千玺是拉千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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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呀哦哎呀那哦哎呀那呀哦哎呀，哦哎呀哦哎呀哎呀哎呀，哦呀哦哎呀那哦哎呀那呀哦呀，哦哎呀哦哎呀哎呀哎呀。天空下的太平洋一直未来着，太阳升了我们还一直在唱着，唱着我们的歌，唱着我们所有了，唱着我们的日子，唱着我们的名字，拉千玺是拉千玺，拉千玺是拉千玺，拉铁粉是拉铁粉，拉铁粉是拉铁粉，拉千玺是拉千玺，拉千玺是拉千玺，拉铁粉是拉铁粉，拉铁粉是拉铁粉，哦呀哦哎呀那哦哎呀那呀哦呀，哦哎呀哦哎呀哎呀哎呀，拉千玺是拉千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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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千玺是拉铁粉，拉铁粉是拉铁粉，拉铁粉是拉铁粉，拉铁粉是拉铁粉，哦呀哦哎呀那哦哎呀那呀哦呀，哦哎呀哦哎呀哎呀哎呀，哦呀哦哎呀那哦哎呀那呀哦呀。
球了，没收了，老师。哦，这排的网球破掉了，所以要赔钱呢。好，下一首歌，唱歌以外，我们接下来是舞蹈才艺表演。好了，加油哈！加油！去年的时候，差不多这个时间，我们在筹备，就是打算带着一群年轻人去台北完成一个梦想，就是快闪。然后我们就是打赤膊，穿着原住民衣服，然后出现在每一个人潮汹涌的地方，然后先穿着便服，然后音乐一放的时候就开始跳舞，这样，就是这群。然后我们接下来重新回忆到那个时候，带这首歌《信购》。对啊，因为你刚转。哈哈哈！哈哈！
法离，无法离，无法离，那爱上巴巴里杜巴来，无法离，那爱上你一张不离故，无法离，三大四二那里无离啊，无法离，无法离。我唱歌好不好听啊？好听。那是 PA 大哥音场调得好。接下来要唱他们的最后一首歌了。好，下次他们如果真的要发片，我会通知各位好吗？还好嘞。你们以为是真的？当经纪人。你们是认真的？你们需要他们发片吗？可以啊，好啊。可是我充满后面的朋友都充满了怀疑的眼神。我就是有办法把他们教好，然后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我自己的部落里面办一个音乐节这样，然后把部落的所有的人才挖出来，你就知道我们其实东海岸真是地理人杰，常常多地头蛇。今年12年，好冷，对不起。你刚刚怎么撑时间啦？你刚刚讲什么？地瓜那个很大那个什么？那个好笑吗？好冷啊！很冷啊！好，当然不去鼓励挺身50件。好，最后一首歌，他们的最后一首歌带来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里面有收他们的声音，第一次啊出母语专辑，我觉得部落年轻人不能缺席，所以我在这个作品里面把他们的声音保留下来，带来这首歌《我们的约定》，它是首歌努力大。好，这首歌尖叫人。Rumah ini dari
力量，一直度过亚季拉。依然那无数你路大的一个灯啊，一束你到了，马卡拉灯啊不艺术，阿达瓦人不要卡萨谁的萨苏阿努米达，那无人不敌的艺术，那拉很高朗，那萨伊米努盖那不阿鲁比拉，马拉自在不古比达，啊哦咿呀，哦咿呀，哦啊咿呀那咿耶呀，咿耶呀，啊哦咿呀，哦咿呀，哦啊咿呀那咿耶呀，咿耶呀，咿耶呀，咿耶呀。阿卡巴瓦人不要卡萨谁的那萨苏阿鲁米达，那无人不敌人艺术。那拉恩当当，那萨伊比鲁盖那不阿鲁比亚，马拉自在不古比达。啊哦咿呀，哦咿呀，哦啊咿呀那咿耶呀，咿耶呀，啊哦咿呀，哦咿呀，哦啊咿呀那咿耶呀，咿耶呀，咿耶呀。挥手，挥手，再见，下去，来，先挥手，参加舞台，再见。还没有到底，说什么？快点一起来，来，谢谢大家，挥手。好，谢谢宝宝们，谢谢。哦，好，去领便当。好了，很快节目要到尾声了。啊，还有什么？唱2个小时，钱难赚呢。然后谢谢很多人啊，包括这次筹划这次很像竞选的演唱会。以后你们对竞选演唱会的感觉又不太一样，会有一种正面阳光的感觉。然后我们的台湾好基金会有在吗？那个凯慧姐不在，就是他把我有吗？但是他把我随便讲的话实现了，然后真的很不可思议，结果今天还是很多人来，谢谢你们，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的。然后谢谢你们，喜欢吗？喜欢。好，然后我会坚持我自己的梦想，我真的很想要在自己的家乡，然后都兰，然后办一个全部都是用阿密斯的演唱会，这样，当你们有机会到都兰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出国，有没有？我都听不懂嘛。然后坐火车票就可以出国，有没有？只有都兰办得到，然后不晓得这个梦想还距离多远。那我一步一步的教着这些弟弟妹妹们，就好好学母语，认真学我们的歌谣，然后也找了很厉害的老师 DJ 和平，
不要多小龙，一起努力把我们的音乐做得更好。接下来有一首歌，我想要教大家唱。这首歌，有一句话很重要哦，就是你们会讲，你们会讲那个几个族群的"我爱你"啊，几种语言的"我爱你"，你们会讲吗？英文没话讲嘛，英文都会讲，英文叫 I love you， 台语叫我爱你，我爱你，还有什么？还有日语啊，爱してる，我也会啊，いつまでも。那阿美族的会不会？会。我教你们讲阿美族的"我爱你"很简单，阿美族的"我爱你"叫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安娜，很简单啊，这么活啊，活什么？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安娜，马乌拉海就是喜欢的意思，喜欢的，嘎古就是我。然后迪苏安娜就是你的最高级，我只喜欢你这么一个，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安娜。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安娜。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好不好？有些人很好坚持，好好学嘛，对不对？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安娜。那用唱的可能比较简单哦。老师弹钢琴，后来发觉英语老师教我们小学生很辛苦，因为真的边弹边唱很难。马乌拉海嘎古，马乌拉海嘎古，马乌拉海嘎古，你说呢？马乌拉海嘎古。看你们弄来。马乌拉海嘎古，马乌拉海嘎古，马乌拉海嘎古迪索南，马乌拉海嘎古，马乌拉海嘎古，马乌拉海嘎古。会了哈，会了吗？会。很简单吗？有机会到阿美族的部落啊，哇！如果你会讲这句话，应该吓到很多老人家。这句话不好讲啊，阿美族母系社会啊，所以比较含蓄啊，表达的字就会很长啊。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安娜，还没讲完，情侣就。但是如果他认真把你这句话讲听完，就代表他真的爱你，这样懂哦？所以有机会，如果你跟你很相爱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你在表白的时候，你就可以讲这句话，这样好用吧？好，那就带来今天最后一个证件发表，孙明恩准备当选，带来这首歌，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安娜，我爱你。
彩中。不行，苏密，你还不能离开。在你还没当选之前，我是不会让你下台的。好，那我们这个动线很酷，是这样的，就是恭喜你今天演唱会顺利成功。我们先握个手，握到苏密的手了。好，然后我们台湾好基金会就是今天晚会有准备了一个当选奖杯要送给你，恭喜你当选。对，那我们就请我们的那个美优正美姿美仪小姐出场。真的当选。好，那我们现在进行颁奖典礼。可以转换台语吗？不要好了啦。我们要弥补那个选举过后的伤痕。那恭喜苏命为地方付出这么多。好，颁奖典礼。好，那我们这个奖杯里面有装神水，就一起干着它。那本人代表台湾好基金会用养乐多跟你干了这杯。大家干杯！应该喊 uncle 啦，不好意思。好，苏明恩，苏明恩，好，掌声欢迎苏明恩。哎呀，几点了？还没10点啦。小朋友的妈妈他们来了呢。他们要接他们走了，可以 uncle 吗？妈妈？可以。他们聊起来了。我问你们的儿子可以放在这里再唱一首吗？可以哦，来吧。好，那就 uncle 喽。哎，你们掌声做到很远。好。等一下，还要赶快去把他们送回去都兰了。心情复杂哦，刚刚在台上很光辉嘛哦，我家被妈妈打屁股。好，然后有一首歌都沙哑了，我都沙哑了，冻蒜。这首是阿美族经典名曲，你们应该会唱。啊，我们给它改编，很像有点像圣诗一样。会唱就一起唱哦。阿妹，对不对？这是经典民谣。有星星的日子，我一定会想到你们。带来这首歌，我心中的那个湾。那个湾，那个湾哦，咿哟咿哟咿哦呀。那个湾，那个湾哦，咿哟咿哟咿哦呀。哦呀那咿哟咿耶哦嗨呀，哦呀那咿哟咿哦呀。Oh yeah.